大家平安。今天2月28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让我们带着敬拜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献上，献上我们所有的，献上我们的心，敬拜的心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值得就是我全所有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，都为了你。直到你再来那一天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清白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，值得就是我全所有。每个呼吸，每个决定，都为了你。直到你再来那一天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你说清白不可虚假，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，主你就悦纳。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映，被火炼，被洁净，爱你所示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映，被火炼，被洁净，爱你所示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映，被火炼，被洁净，爱你所示的敬拜你。你说清白不可虚假，
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，主你就悦纳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。当我再次说我爱你，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映，被火炼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你。心与心，心与心，深渊与深渊相映，被火炼，被接近，按你所示的敬拜你。亲爱的主，愿我们能够在每天的敬拜当中，每天的灵修当中，更加的认识你，在每一次的读经里面，更加的去经历你。主啊，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让我们用最真实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来领受主你的恩典。主，让我们用真实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敬拜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我们所摆上的是你所喜悦的。感谢主你的恩典与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摆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你就在当中来掌权。献上我们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2月28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约珥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。约珥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上主说，在那日子，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重新繁荣起来，我要召唤万国到审判谷，我要因他们加给我子民的伤害审判他们。他们曾使以色列人分散国外，分裂了我的土地以色列。他们抽签决定谁拥有俘虏，他们用男童换取妓女，卖女童去买酒喝。泰尔、西顿和非利士各地区的人啊，你们想向我报复吗？如果是，我很快就要向你们报复。你们夺走我的金银，抢去我的财宝，把它们放在你们的神庙里。你们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境。我现在要从你们卖他们出去的地方把他们带回来，我要照你们待他们的方法对待你们。我要叫人把你们的子女卖给犹大人，他们要把你们的子女转卖给远方的示巴人。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。要在万国中宣告，预备打仗，召集战士，集合所有的军兵前进。把耕犁打成刀剑，把镰刀打成枪矛。即使软弱的人也要上阵。四围的邻国啊，快快前来，集合在山谷中。上主啊，求你差遣你的军队
攻打他们。万国要准备好，到审判谷来。我上主要在那里开庭，要审判所有的邻国。他们罪大恶极，要砍倒他们，要收割时像收割时割五谷一样，要压碎他们，像葡萄在压酒池被压榨一样，直到酒满溢出来。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读今天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约珥书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。
平安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当我们在看约珥书只有3章，有没有发现这3章当中也非常的精彩？如果是我们去经历这些的话，会感觉这是一个苦难灾难剧，有可能这是我们说的化妆的祝福。很多时候有些话我们在讲都好像很简单，当别人在承受的时候，当别人在面对的时候，我们在讲这些似乎都是非常的简单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也常常说，是不是我们能够投入在那个情境里面，去感受、去经验这样的过程？而在那当中，是不是也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上帝赐下那特别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？当一个先知来到这群体的时候，有可能是针对一个人说话，有可能是针对这个群体，有时候也是针对整个国家在说话。当上帝让一个先知对一个君王说话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在针对整个国家在讲话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约珥书里面很重要的是，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上主说，在那日子，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重新繁荣起来。所以前面讲到说，当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这许多的灾难的时候，当他们悔改，上帝要补偿给他们，要加添祝福在他们当中。在前2天让我感觉到好像是约伯记里面的事情一样，当约伯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，虽然不是因为他犯罪，然而在他经历那些事情之后，他没有得罪上帝，上帝后来也大大的祝福在他当中。虽然在约伯记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觉得最好不要去经历这样的事情，最好这样的事情没有在我们当中来发生。但是在那过程里面，我们也很需要去回想上帝的作为是如何，我们有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来做？在那个时候，或许我们也会像那些朋友一样，在指责着约伯。但是回来再看，当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他也说要让我们在当中去领受上帝的灵，上帝的灵要进到我们当中，要让我们的儿女宣讲、宣告上帝的信息，让年长者在夜晚做那奇异的梦，让少年人领受异象、看见异象。而在当中会发现整个生命已经不一样了。很重要的是，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或许你会经历到有很多的苦难、很多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往往不像约伯一样，上帝看他是义人，然而撒旦的作为临到在当中。但是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常常是陷入在像先知们所说的这些情况一样，我们陷入在那当中，陷入在那个情况里面，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远离了上帝，所以我们需要悔改，来到上帝面前。当悔改的时候，其实在那个日子来到，前2章有讲到说，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，虽然带下这许多的灾难，但是上帝说，那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你们依然还有机会悔改、哭泣、哀嚎，依然有这样的机会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依然有这样的机会。当我们回转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就要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愿意在这当中改变我们的眼光。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人。当过去有许多得罪上帝的地方，当我们愿意发自内心诚心的去悔改认罪，求上帝赦免，当上帝赦免的时候，他就转头不再看我们过去的这些过错，而是回到这当中更大的祝福在我们里面，
祝福在我们当中。然而，这也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 bug 可以去处理的。很多人说我继续犯罪，我继续认错，但是这就不是诚心的认罪、悔改。当你发自内心，当你诚心的去悔改的时候，你不是这么多的算计，而是你发自内心的，而是你从此不再去犯这样的错误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反正没关系，过去我们犯了再大的错没关系，反正上帝会赦免我们。我们发自内心，所以我的时候还没到，我要继续做一些事情，我还没完成这些。但不是如此，我们常常是陷入在这样算计的过程。但是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是当你知道的时候，就该回到上帝面前。因此在这里面，在这当中又再次讲到，在那日子，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重新繁荣起来。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重新繁荣起来。其实我很喜欢这个"重新"这个词，也就是说，以前曾经繁荣过，以前领受过上帝的恩典与祝福，所以这是要重新的、再一次的繁荣起来，再一次的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当我们这时代教会很喜欢说复兴，这重新繁荣也就是复兴的意思。但是在当中，当大家讲教会复兴的时候，我也都会想，我们的教会有兴起过吗？过去教会的荣耀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说要兴起，要复兴，要怎么样？但是有没有去想到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荣耀吗？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的，确实过去有这样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说我们要再复兴起来，我们要再被兴起，我们要回到过去的荣耀，而且末后荣耀胜过前面的荣耀。所以这当中讲到说，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在讲到说整个以色列国度，包含了北国，包含了南国，要重新的繁荣起来，要重新的被兴起。所以上帝要再次的祝福在以色列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有没有这样被上帝触摸过，被上帝使用过？在这当中，你有没有愿意要被上帝来使用？你愿不愿悔改，回来到上帝面前？过去上帝怎么拣选你，让你进到教会里面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？或许我们曾经迷失了，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曾经有段时间离开了教会，但是在又回来的时候，上帝要再次的祝福在当中，再次的把你兴起来，而且让你兴起的时候，要超越你过去所领受的那一些。他这边继续说，我要召唤万国到审判谷，万国到审判谷，我要因他们加给我子民的伤害审判他们。所以把人召唤到大约沙法谷，召唤到这当中，上帝要亲自的审判。所以在当中看到上帝要亲自审判列国。我们看到前面在讲的说，这样的国家，附近的国家一起群起来攻击以色列。当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就很像蝗虫过境一样，在当中以色列经历了被摧残、被毁坏、草木不生，经历到这很大的伤害。虽然这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，这迦南地是上帝特别祝福，是一个肥沃的地方，但是当蝗虫过境之后，这所有一切都被毁坏。当众国压境之后，这个国家可能就这样被毁坏。他说，我要因他们加给我子民的伤害审判他们，他们曾使以色列分散国外，分裂了我的土地以色列。过去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后来在二战之前也曾经是那样的状况，有非常久的时间以色列被毁，
他们国家没了。但是当中，上帝再去用了许多方式，让以色列再度的恢复回来，重新建国。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战争在当中，然后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说，这些人、这些国家，曾使以色列人分散国外，分裂了我的土地以色列。所以当中也让我们在看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我们信仰里面，在我们的国家当中，在许多的层面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经历这样的事情？是不是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？人们是不是用很多方式在迫害着教会？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人，或教会外面的人，这当中我们看到这10-20年来，有非常多的异端，从教会衍生，或进入到渗透到教会里面，也常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分崩离析的，在当中造成了很多的问题。不论是异端，或者是教会里面本身的弟兄姐妹，有可能因着自己的私利，在这里面，当我们没有让上帝来掌权的时候，就会是如此。所以撒旦在动工，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。当犹大这个门徒，或者是这12个门徒，他们都有可能被撒旦来蒙蔽他们的心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有可能我们的生命也被撒旦来蒙蔽我们的心，所以去分裂了以色列，分裂了教会。所以当中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悔改。而在这过程当中，上帝把这些人召集起来，要去审判，要去审判。因此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悔改，回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们首先决定谁拥有俘虏，他们这样子来击垮了以色列之后，他们去分割。就像以前我们在读圣经的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中国被8国联军进攻之后，去分割谁要哪一块，谁要哪一块。而且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所写也是如此，而且这非常的糟糕的事情在发生。列国入侵之后，去抽签决定谁拥有俘虏，这是算谁的？甚至他们用男童去换取妓女，他们用女童去买酒喝。这当中不就是一种在我们当中所说那败坏的事情持续在发生吗？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，或许在我们这时代，我们会觉得这是无法忍受的事情。然而，这样的事情在发生，他们用男童换取妓女，卖女童去换酒喝。看到人们何其的堕落，看到列邦何其的堕落，而在这当中，我们不也就是如此吗？我们也常常陷入在这些堕落当中，然而我们不自知。所以，当我们没有悔改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也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，在做这些堕落的事情、败坏的事情，甚至还拉着别人一起去做。泰尔西顿和菲利士各地区的人啊，你们想向我报复吗？如果是，我很快就向你们报复。所以，当上帝惩罚临到的时候，他们所看到的，当然会提到说他们的上帝。然而，在当中会讲到的，就是以色列，会提到以色列。在当中讲到以色列，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会发现，其实他们的神跟他们的国家是绑在一起的。当这个国家打输了，他们就认为这个神是没有能力的。所以当他们在当中在攻击以色列，也在攻击以色列的上帝。当他们被惩罚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回来要去报复以色列。
所以这当中也讲到说，你们要向我报复吗？我很快的就要向你们报复。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也是如此啊。当他们掳走了耶和华的约柜，然而在当中却发现，连2天大滚神竟然是向约柜下拜，而且断手断脚。而在当中也让他们那几个城市轮流的得到了很糟糕的状况，长痔疮，或者说生了一些病。在过去的打仗里面也是一样，夺走了金银财宝，放在他们神庙当中。这样情况也一直在发生。当以色列人他们打败，当以色列人他们不再依靠上帝，当以色列人他们眼目偏离之后，他们也去经历这样的事情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讲到说，当他们掳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当我们在列王记在许多地方看到，当他们在这样战争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打赢了，他们可能就会进到圣殿里面去搜刮圣殿里面的东西，把那些东西也带到他们各自的神庙当中，去宣告他们打赢了，去宣告他们的神是比较大的，去宣告说这以色列的上帝是要向我们的神来臣服的。所以他们打赢的时候，不只要羞辱这个国家的人，也要羞辱这个国家的神子。所以在当中从上到下，包含了他们所信的神，也包含了接下来这些孩子，也包含当时的这些人。他说：“你们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卖给希腊人，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境。”在当中看到这些国家的人，不是把以色列人全部杀死，而是把他们拿去变卖了，把他们当奴隶去变卖掉了，让他们远离自己国境。但是上帝的惩罚在当中，让他们去经历这一些。这是我们在说的以眼还眼。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他们，来报复他们。你卖我们的人，也让你们去经历到你们人都被卖掉了。你们去经历这一些，也让你们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上帝的惩罚也临到他们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要从你们卖他们去的地方，把他们带回来。”当以色列人被掳走，上帝的恩典要临到这当中。当人民在那边哀嚎的时候，求上帝来帮助的时候，上帝出手了。这边讲到说，要把他们从他们被掳的地方把他们带回来，他们被卖走的地方把他们带回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是不是也被卖了？在你生命当中，你的家人是不是也被卖了？被卖到哪里？被卖到公司，被卖到工厂，被卖到许多的地方。虽然你会觉得我只是去找工作啊，我只是怎么样啊，但是有没有回来再看，也是为了钱，把自己都卖掉了，让自己远离了上帝。有时候也像犹大一样，会觉得我不得已啊，会觉得怎么样啊，所以我才卖掉上耶稣。我也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生命也陷入在那个情况里面了？许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不是主谋啊，但你也成为共犯，你也成为那执行者。就像现在诈骗集团一样，很多人说我不是车手啊，我是被骗的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但是很多报道说，这些受害者其实他也就是想要多赚一点钱，他也没有去弄得很清楚，然后让自己成为了共犯，让自己成为车手。不只是共犯，后来也被认为是他加害者的其中一个，是他诈骗集团当中的其中一员。虽然你不是，但是你也参与了。其实在某程度来讲，也成为
那其中的一个。所以上帝说：“我要照你们待他们的方法对待你们。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，用你们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你们。其实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问题的。然而这样手法回到你身上的时候，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会气到跳脚，都会受不了。但是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呢？我们当中，其实也不用讲我们当中，应该说大部分人，其实有时候对待人的方式都是不对的，都是不好的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都觉得无所谓啊，无所谓啊。其实因为你这样对待别人，你不觉得如何？但是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气到跳脚的。所以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别人呢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时候都会说，以牙还牙是不对的，以眼还眼是不对的。那你为什么要打掉人家牙齿，打掉人家眼睛呢？我们这时候都说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有没有看到你先做了这样的事情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到说，以前的中东那边人很残忍啊，怎么样？但是我们回来反观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做那些别人受不了的事情，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？所以前面说卖掉了男童，卖掉了女童去交换等等的，这边也继续在讲到说，我要叫人把你们子女卖给犹太人、犹大人，他们要把你们子女再转卖给远方的示巴人。我是上主，我这样宣布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过去他们非利士人这样做，过去周边的列国这样做，上帝也让他们去经历这一些。所以当我们回来上帝面前，我们要悔改，真的要悔改，求上帝赦免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持续的在我们身上来发出。常常说有仇报仇，但是是不是我们常陷入在那情况里面？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究竟我们是顺服在上帝面前，还是我们是被撒旦来利用？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陷入在那些情况里面，但是我们真的却是被上帝来利用，被撒旦来利用了。我们不是照着上帝的心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需要悔改，求上帝赦免，我们需要悔改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感觉上战争要开始了，要在万国中宣告预备打仗，召集战士，集合所有的军兵前进，把耕犁打成刀剑，把镰刀打成枪矛，即使软弱的人也要上阵，全部的都要起来，所有能用的都用了。四围的邻国快快前来，集合在山谷中。所以当中把所有可以成为兵器的都带来，所有可以用的都来，即使软弱的都要来。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我要在你的软弱当中显出刚强，即使是软弱的，上帝也依然可以使用。当上帝要召集所有人，当上帝要使用的时候，不是让我们有借口。我们说我生病，我软弱，我怎么样？我们有非常多的理由。但这边说没有理由，就是要进来。你们没有刀，没有枪，把你们平常在用那些铁器拿来，打成刀，打成剑，打成枪，打成矛。
把你的手上你所拥有的东西都带过来。当我们要打仗的时候就是如此，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每一次的服侍都是一次的属灵征战。在面对这许多情况当中，圣经不是说我们要穿上我们的全副军装吗？要带好这所有的吗？在每一次的服侍当中都是一次的征战，在每一次面对任何情况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同心合意，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许多时候我们在这里面都常常就觉得不关我的事，都常常觉得那是别人的事，都常常觉得找别人就好，为什么要找我？但是有没有想到，在这许多情况当中，上帝要使用你，上帝在呼召的就是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在呼唤我们的时候，你愿不愿回来？这边说，上主啊，求你差遣你的军队攻打他们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有没有看到撒旦的做工？你要输在这当中吗？你要被撒旦来利用吗？在这许多时候，撒旦使用了许多的，但是你要参与在当中来抵御吗？在征战的时候，有些人需要跨出去征战，有人可能觉得我很软弱，但是你能不能一起祷告？能不能为这些事情来守望？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在这当中，没有谁说不关我的事。但是我们常常都觉得不关我们的事啊。那当上帝在召集的时候，他说每个人都来。所以这边他们说，上主啊，求你差遣你的军队攻打他们，求你差遣你的军队，差遣我们去攻打他们，差遣你的天使天军去攻打他们。万国要准备好到审判国来，我上主要在那里开庭，要审判所有的邻国。上帝就要在当中，上帝就要在当中，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亲自来做这样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到这当中。在今天经文的最后讲到说，他们罪大恶极，要砍倒他们，像收割时割五谷一样，要压碎他们，像葡萄在压酒池被压榨一样，直到酒满溢出来。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这一些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看到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看到上帝就在当中在掌权，上帝就在当中在带领着我们。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无奈，有很多无助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，然而在当中有没有看到上帝要为你、为我、为我们来出手？然而我们要参与在这里面，不是说你们去就好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该负的责任，每个人都有应该要承担的、要参与的。在当中我们也要一起来悔改，一起来到上帝面前。当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持续的在带领。在约珥书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提醒，但更重要的也就是让我们回来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回来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大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家中，让我们参与在上帝的呼召里面。接下来有一点时间，也让我们回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，去思想上帝要对你说什么，上帝的话语在说什么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，也恳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，让我们每次的读经当中被你提醒，让我们所读的经文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。或许我们生命经历到许多的事情，然而在当中，我们需要看到主你的带领，主你的恩赐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帮助，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，不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依靠你；不再是看见那许多的事情而已，而是愿意顺服在主你的面前，去明白主你的带领，主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，也让我们教会再次的被你兴起。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一起悔改，一起认罪，一起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恩膏，让我们再次的被你兴起，重新的繁荣起来，重新的去经历主你的恩典，主你的祝福。感谢主，你要继续的祝福我们，你要继续的带领我们，你要继续让我们在当中征战得胜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我们将今天的聚会陈列在主你手中，成为那美好的祭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恩典与祝福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就是让上帝来祝福你，祝福我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